地波方面呢，東方就攞到高級銀牌，佢哋決賽贏傑志3-1㗎。若果覺得東方喺準決賽贏愉園晉級係好意外嘅話，今場嘅賽果會唔會令大家覺得更加意外呢？打開紀錄嗰球就唔係意外啦，發俾我嘅頭槌頂得真係好靚㗎。不過喺27分鐘就俾傑志追平，盧君儀喺個波中柱之後補多腳入網。但係季初不過係闖絕成軍，球員年紀又唔細，更加俾人話過係降班膽。呢一支臨時被邀請角逐甲組嘅傳統勁旅，能夠攞到今季第1項嘅錦標，多謝傑志守門員黃振鵬啦，睇啦。接唔實個波，東方嘅洛迪高好求其咁一腳就偷走咗啦，送埋入空門添。呢一個極大嘅失誤，令到東方領先。嗱，睇到最後階段啦，黃振鵬都谷埋上嚟，點知解圍個波啊過晒頭，更甚嘅係俾洛迪高攞埋添。兩個人啊好似賽跑咁樣跑啦，一路走，洛迪高啊快得多啦，再次將個波送入空門，東方贏3-1。咁賽後黃振鵬都忍唔住落下男兒淚。東方喺不被看好底下第8次攞到高級銀牌，王朝係咪重臨？言之尚早，但係真係令球迷好驚。